周将军，阮姑娘，你要离开？我要来见李成。见李成？因为我今伊知影我用苗叶针伤害伊的部下，伊会对阮阿爹不利。我用许伊误客调兵，自从李成迄般的贼人，一往生擒，解救灵尊出困。千万不可，掠李成私小，伊若是互灵王知影，就输大咯。在咱也未有正义的进程，千万就不可打草惊蛇。也毋过，我的代志你放心，我自然会排解。现在上要紧的，就是考劝朱公主回京。元公，你一片忠心，还倒转朱公主说的误会你，我看。你免向伊解释啥物，要误会就互伊误会。朱公主，伊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如果伊若知影我的情形，伊一定会毋肯回京。元公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将你的忠心照地奉上。周将军，多谢你，告辞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枉为我真心甲伊做朋友，竟想袂到伊是迄个奸贼的共党。大哥，你是讲萧玉伊想要谋害你？是啊，周勇老早就讲过，讲伊毋是好人，我拢毋相信。什么人知影讲伊？大哥啊，我看萧玉为人真善良。这无定就是你误会伊哦。误会？哈！假无是安排酒啊，伊亲口承认爱我一命休哦。大哥啊，萧玉伊是。萧玉伊是安怎样呢？萧玉叫我秘密拉手，我怎样说出伊是女娇娘？贤弟，你是安怎毋继续讲落去呢？讲啊！大哥啊，小弟啊虽然无了解伊啊，玉英甲伊有同门之义，萧玉的为人略不仁义，玉英怎肯接近伊？哎，贤弟啊，你为人未免太中好，男女有别爱分清楚。小玉身份是自己泄露，后果堪是有你太糊涂。咁真的是会安尼？哪会袂安尼生呢？
咱哦讲起来拢不如就周勇，周勇老早就发现过伊毋是好人。啊，公主，代志已经过去了，我再提起这代志，有啥物路用呢？咱离开家乡也真久了，应该爱倒转去啊！我看老夫人甲夫人一定真挂念你啊！好咯好咯，周勇啊，你一日到暗拢袂当，我袂记讲紧催我赶路。你若搁再催我咧，我永远就无要转去。大哥，玉英小姐真经派人送一张批来互我，叫我也是共款，着爱苦劝你赶紧离开苏州。讲若无吼，会有足大危机来临。小弟虽然毋知伊所讲的危机到底是啥物代志，毋过照我安尼甲伊看起来，大哥，你也是趁早赶紧离开苏州啦。三郎，楚小姐一定会用借我看袂？好啊，别家了。周勇，推我看卖咧。是。这张花写的日子是10日，也就是李成在青州山要谋害公主的日子。敢讲朱玉英已经早就知影青州山的代志，所以才会写这张批，叫李元劝公主赶紧走。那安尼看来，朱家甲伊李成分明是交结，绝对是袂唔对。朱小姐写这封批，我明白伊的用意。伊一定老早就发现邱小玉伊毋是好人，有意图，所以伊才写这封批，劝我较早离开咧。周勇，到底是伫咧喘什么大气啊？你即马免搁再喘大气咯，想讲我会想啥物办法，紧甲我赶一个较早的赶路，对毋对？你即马毋免着急，你出去放心。我后台一月你现地若娶亲了后，我食过伊喜酒，我随时就赶路咯。你是会袂堪的啦！我看吼，咱若是花囝，叫太阳吼派别人来找皇上啦。迄袂用的咯！我既然伫咧太后面前领懿旨啊，啊无找着皇上，我是要安怎转去交旨？啊，毋过皇上即摆已经知咱伫咧找伊啊，处处咱嘛伫咧闪避啦。要找着伊吼，无遐尼简单啊啦！我有迄个信心，我绝对要甲找甲着。这个人敢是去桃花关要找朱秀的迄位脑中？想必就是玉英所讲的娘太师。这条路敢是要去杭州的？也毋过阮大哥明明伫咧苏州啊！对，我应该将实情甲娘太师讲，也通互伊早一日请假回家。免得朱秀搁再遇着危险。无啊，少年的啊，嘿，你行路过倒做你过，你行去搁行倒转来掠我金金上无，你是咧看我安怎？关心拜见牛太师。
哈？你哪会拜我啊？太师，我唔止捌你，而且我嘛知影你来江南就是要走找皇上啊。啊？你是啥物人啊？啊对，无啊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你哪会安尼逐项知影甲遮清楚啊？你唔免问我是啥物人，总讲我来甲你讲我啥物名，你嘛是根本唔捌我。迄都无得确的哦。太师，我愈看你才愈面熟，敢若毋知伫倒位捌见过面。你唔免讲我是啥物人，我相信即摆上界重要的，你就是要爱知影皇上伫咧啥物所在，对。对，少年啊，要无你敢知影皇上即马伫咧倒位啊？即摆，太师。少年的啊，多谢，安尼我即马知影讲，皇上现在伫倒位，无啊饭母啊，担倒行，毋是啦，翻头原路倒转来啦。好啦，记得啦。哎呦，小六，你我的，来呀，归呀！本来我以为是周勇用暗器伤我的部下，想袂到将暗器背起来看，原来是你的梅花剑。我承认，我早就反背你，因为我无爱亲像你共款，丧尽天良，助纣为虐。慢者，我毋是要来甲你动手，今仔日我会来甲你见面，完全是为着我的阿爹。你还阁有顾着恁老爸，想要叫我了一声。我知影你袂照，也毋过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交换阮阿爹的性命。你要替死？忘掉，只要你肯放阮阿爹，我情愿死在你的手头。管玉少，你这份的好心，恐惊永远袂当达成咯。你听讲啥物？原弟哥已经死了。阿爹，连成，你敢害死阮阿爹？我今日就甲你拼！真重要！害死恁老爸的人毋是我，是你。因为你违背我，我才会生气。3天无予伊食解药，到较早起，已经毒发身亡了。你敢害死阮阿爹？我甲你拼！是啊，也已经改变主意，令我要去引你自首到南昌，我已经是好办。以后一定免用到你了。意意洋洋小李元啊，前来迎亲拜太上，走
姐。春桃，你听，外面一点仔声音都拢无啊，是毋是花轿已经走去啊？惨啊，花轿一定是叫老爷甲伊赶走的。小姐，小姐，贵嫂，拄则是毋是？拄则你甲花轿已经上门啊，也毋过老爷甲姑爷讲啥物？伊讲小姐突然间得到紧皮死，一工半要替花顶甲来拼礼啊！贵嫂，你敢放我出去无？我唔敢啦，贵嫂，我并无爱你开门让我出去，我会搬头仔门头走，只要你莫甲老爷讲，互我偷偷对后尾门栓出去，你就是甲我斗相共啊，贵嫂。也毋过，翠桃，小姐，你是想要创啥物？我要向姑爷讲，小姐你无死。什么？有影无死？是啊，阮老爷想要悔婚，所以将阮小姐关喺柴房的。这祖信哦，没人会将婚事啊当作离戏咧。好大胆的做假，竟敢连我的话都唔听！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这样是什么代志？安尼才着急呢？啊！快出来呀！哎，快！是你，我无伫遮。兄兄啊！哎呀，我无伫遮啊！兄兄啊！无伫遮呀！兄，老神娘体，健康马王万岁，万万岁！老神见就养背后马王万岁，万万岁！兄，兄，万万岁！哎呀！啊，恁拢爬起来，恁拢爬起来！下万岁！哎呀，娘上啊，老神在，你来得真拄好，我就命你替我办李元甲周玉英的婚事。若是什么人搁来悔婚啊，请斩后奏。老神遵旨。老爷，惨啊！害了啊！是什么代志啦？林太师哦，带一寡兵马，要陪你完要来迎亲啊啦！是啊。下官万出婉迎令者，太师恕罪。免啦，本国今仔日是奉旨要来承办这个李元甲令爱的婚事。若是有啥物话，等来新人拜堂了后才搁讲哈。这，但毋着赶紧命人甲傅玉英小姐出来，人迄新郎官的花轿已经伫咧门外等真久咯。哎呦，老太师啊，事情是安尼先啦，因为小女兄昨暝突然间急病，药照拢无效，已经死啊啦。啊，嘿，这个都真心实哦。你讲恁查某囝已经死啊，却有人讲伊还未死。要若安尼，这件代志本国都爱详细问互伊清楚哦。老太师啊，是什么人讲无死？什么人讲无死？房母，在，甲调你逼进来。是，带春桃。是。
恁小姐就是叫阮老爷甲因软禁伫咧茶房的啦。周客，你也阁有啥物话通我讲哈？是，竟然也敢有人想要逆子悔婚啦！也若安尼，就休怪本国先斩后奏父母，再请上方报警。是，阿姐是，赶紧去请小姐，赶紧去请小姐带人回家你等。这是下官一时的糊涂，来犯下欺君大罪。老太师，我求你讲清，老太师啊，救命咧！我要哪有法度救你啦？行。老太师，老太师，你拜托你甲皇上求情，叫伊开赦我免死，叫伊开赦。哎呀，我要哪有迄个面遐尼大，通我踮皇上面头前替你讲情啊？哈，我甲你讲啦，会当救你的人啊，只有爱靠恁查某囝甲恁囝婿去讲才有路用。